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睇下中山坦洲嘅大型樓盤二轉半島咧，距離珠海明珠輕軌站800米。目前咧呢個樓盤主推嘅係30棟220方嘅南北通4房。坐輕軌咧，從明珠站咧去拱北口岸好方便嘅。呢度適合咧香港嘅朋友或者澳門嘅朋友想有自己住。想平啲，呢度交通出行咧有3種方式。第一係輕軌出行，逆場往返珠海咧上班咧非常方便。第二咧，社區樓下有港澳直通巴士，定點直達香港、澳門，經常過關嘅朋友咧非常慳心。第三係自駕出行，呢度你金勤快線、香海高速可以快達珠海全城，通勤時間咧大幅縮短。益眾半島咧作為多年成熟嘅大型社區，小區裏面咧配套非常豐富嘅，游泳池、籃球場、環形跑道、園林綠化都非常 OK 嘅。外部咧呢度開車過去3個飯店5分鐘，大概7-8分鐘咧金發購物中心，周邊咧超市餐飲都非常豐富嘅，生活非常方便。呢棟咧整體佈局係2梯4。嗰邊係110方嘅大3房，呢兩邊咧係120方嘅，相當於1200尺南北通嘅4房，精裝交樓嘅。入戶呢個位置咧，可以做個書房，或者做個兒童房，或者做個客房都得，全幢嘅。客廳嘅開間咧有4米，南向呢邊係有個大陽台，呢個陽台嘅開闊1.5米到1.8米，朝南向。慳客一體喺同等寬都係4米。呢邊呢個落地窗呢個位置都係送嘅。呢個位置咧睇小區園林，如果想睇小區園林可以揀樓層矮啲嘅。廚房咧像呢啲油煙機、爐灶同埋洗碗機都有嘅。呢個位置仲有個3個圓台，可以放洗衣機或者晾晒啲衣服。我哋再睇下呢邊3間房，呢個房間都係朝南。呢個房間有大概有10個方，公共洗手間。呢個房間都 OK 喎，呢個房間大啲，應該都有11房。最後係主人房，呢個主人房套間大好多。洗手間係呢個房間。你到時買啲家私直接可以入住，呢個位置都係送。所以整個主人房嘅空間大啲，放個1.8米、2米嘅大床都非常 OK。睇完咗120方南北通4房，單價咧9字頭。相比而家珠海嗰邊嘅新房，好比新杭州，基本上都要3萬幾，平均均價去到3萬5。所以呢度總價大概係150萬，要矮啲可能130萬就搞掂。所以屏幕前嘅朋友，如果你想要資料咧，可以喺後台揾我。都可以帶你實地嚟睇下，畢竟買房咧而家都要親眼睇下，睇眼見為實。相信你睇完之後呢個位置方便，總價低，戶型又 OK， 我相信你會中意嘅。隨時喺後台滴我啊 ，OK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